你见过这样的海王吗？这个男人原本是个自由主义者，视爱情为游戏，现在却对一个女人牵肠挂肚茶饭不思。回到首尔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发消息，然后痴痴地等待着她的回复。英恩这次负责的服装品牌首次错失第1名，加上这次也没能和合作方签约，本部长当众斥责他的失职，并将30周年活动扔给他负责。但其实是智叔忙着去抓小三，没有来得及安排新品制作，才导致销量下滑。英恩打算利用网红的时尚力量，打造这次周年活动的宣传效果，并且深受女性喜爱的网红慧玲将是这次活动的主要人选。会议结束，会长找到英恩，让他以后不要再自作主张，都要让智叔来裁决，有意培养自己的女儿成为继承人，提出在公司30周年活动上，也一定要让智叔登台。智叔来到这里，会长告知他，那天的相亲对象对他很满意，可以试着继续交往看看。英恩与智叔面面相觑，智叔知道那个男人应该是喜欢上了英恩。英恩收到在国的短信，说他直到周5为止都有空。在国拿着手机等待着英恩的回复，想到那时他对自己的称赞，忍不住面带笑意。道勋是公关公司的老板，与英恩任职的公司合作多年。此时接到助手的电话，得知慧玲并不愿意参加30周年活动，事出紧急，只好带着在国一同前去。这边英恩也收到消息，带着智叔前往。英恩拨通道勋的电话，原本嚷嚷着要下车的两人，听到对方的名字都定住了。智叔终于见到魂牵梦绕的道勋，映入眼帘的却不是那张英俊的脸，转头看到在国朝着走来，一脸花痴地说，就是这个拥有完美侧脸的男人。智叔沉浸在男人帅气的容颜中，但在国却一直看着英恩。久经沙场的海王面对英恩却都多了几分的害羞和腼腆。英恩借口还有公事准备离开，却被智叔一把按住。英恩只好告诉他，在国就是他的那位相亲对象。智叔开心的犹如中了头彩，不禁感叹着奇妙的缘分。英恩起身离开，在国也跟着他一同离开，留下尴尬的两人。这个年近40还孑然一身的女人，为了成为父母孝顺的女儿，哪怕已经入不敷出，还是分期给父亲买了昂贵的西服。她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化妆品，有着体面的工作，住着大房子，是许多人羡慕的生活。但是她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，多年来凭着自己的努力还清了父亲欠下的债务，但还有房贷没还完，所以只能更加努力工作，希望能尽快升职加薪。慧玲各种甩大牌，对送过来的服装都不满意，不断要求重新送回去更换。英恩只好让组员去给她重新搭配服装，但慧玲依旧还是不满意，无奈英恩只能亲自前去处理。英恩还未进门，就听到慧玲的抱怨，直言穿这种衣服太过丢脸，她只愿意穿国外大牌，是因为被公司的条约牵制，才会同意参加周年活动。随后还将衣服脱下扔在了地上。组员见状再也忍不了了，他随意践踏诋毁的服装，是汇聚了许多人的努力，辛苦很久才制作出来的。英恩推门而入，让组员先对慧玲道歉，但他并不会接受修改服装，提出会给到限量版卡地亚新品的赞助，希望他能妥协。慧玲却不打算就此罢休，让英恩今晚之前把修改好的照片发给他，随后径直离开。英恩理解组员们这段时间付出的辛苦，但最终努力的成果只能堆积在卖场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这次的妥协和忍气吞声，都是为了能让他们不分昼夜设计的服装能被更多人认识和了解。组员们也纷纷打起精神，尝试去邀约其他网红，但依旧没有得到答复。英恩看着杂志上的封面，让组员试着联系一下有真，虽然希望渺茫，但还是想试试看，说不定他的真心会换来意外的幸运。在国在门外听到英恩的话，若有所思。在国找到英恩，看到英恩手机的壁纸，直言构图很业余，拍摄角度也不专业。英恩并不在意这张照片的构图是否合格，认为只要能打动人心的照片就是好的，毕竟也曾给他带来了感动。10年前在巴黎，英恩背着服装奔波在街头，无意在路边看到这张照片，便将它买了下来。那时智叔依旧使唤着英恩，原来当年是会长给他出了留学费用，他才能在巴黎学习设计。每当他感到疲惫的时候，看着那张照片，似乎又重新充满了动力。这个身高1.87米，拥有雕刻般完美容颜的男人，现在却化身人形衣架，这都是为了一个女人。在国对英恩真诚告白，说只要他需要，一直都会陪在他的身边。英恩以前听到这种话或许会心动，但在国可是上司喜欢的男人，他不希望事情变得复杂，只能拒绝了他。在国不想就这样放弃，邀约英恩明天和他一起去巴黎，希望他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心意。或许是荷尔蒙在作怪，英恩主动凑上前吻了他。在国刚想进一步动作，他却往后一退，表明他的回答就此结束。原来那张照片就是在国拍摄的，挂在朋友那里寄卖。两人的缘分其实早就开始了。30周年创设活动开始，有真穿着英恩设计的服装来到会场，慧玲气急败坏，质问道勋竟敢拒绝他。现在已经有了名媛有真到场助阵，道勋自然不会在意慧玲的愤怒，想到终于灭了他的威风，忍不住欢呼雀跃。原来是在国拜托有真前来参加的，但有真却一直看着英恩的身影，似乎早就认识了他。在国前往机场的路上接到了有真的电话，但他接下来的话语却让在国震惊不已。英恩来到拍摄现场，突然发现在国也在这里。在国询问英恩是否认识尹修官，英恩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，但当他再次听到这个名字，这个曾结束了他炙热青春的人，还是没有办法若无其事地放下。英恩表示，他和这个男人现在正在分手中，